許紹雄11月28號因病離世，享年76歲。香港超級性格演員從此又少一人啦。咁啊，許紹雄咧喺個演藝生涯裏邊咧，一向咧就係以飾演一啲小人物同呢啲諧趣嘅角色咧，而係最出名，深受呢個香港人嘅愛戴嘅。咁但係睇翻咧，其實許紹雄嘅出身背景咧係非常之顯赫嘅。佢咧其實就出身自廣州名門啦，係西關許氏，即係廣州嘅名門啦。佢嘅祖先許拜庭咧，其實就係廣州4大鹽商之首喎。而太公許應奎咧，更加係官居一品，曾經咧係擔任呢個閩浙總督。更加犀利嘅咧，原來咧佢係慈禧太后嘅契仔嚟㗎，獲賜咧可以喺皇宮裏邊騎馬。咁而佢另外一啲親戚咧，亦都好出名嘅喎。姑婆許廣平咧就係中國著名作家魯迅嘅紅顏知己啦。而叔公許崇智咧，亦都係國民黨嘅元老。佢係屬於粵系軍閥嘅首領孫中山嘅心腹之一，係一路追隨住咧係國父革命嘅，亦都曾經咧係同呢個蔣介石結拜為呢個義兄弟，有份咧同蔣介石等人咧係創立呢個黃埔軍校，亦都咧係做過呢個廣東軍區嘅總司令嘅。而另一位叔公許崇清咧，亦都係廣州市前教育局長。佢喺1948年咧，許紹雄咧係1948年生於香港。咁早年咧就同屋企人咧短暫翻過去廣州，兼係就讀小學嘅。咁喺1956年之後咧，就同家人咧就再度翻香港回流翻香港生活，亦都係定居喺九龍城、紅磡、蕪湖街一帶嘅。後嚟咧就讀咗呢個九龍城加林邊道嘅中西英文書院。咁讀書嘅時候咧，喺社區中心咧係參與過話劇活動，之後咧就深深咧喜愛咗呢個話劇呢個做戲呢個玩意啦。咁而呢個許紹雄亦都係有咁雄厚嘅家底啦，所以佢其實咧嚟到香港之後咧，亦都係過住唔錯嘅生活㗎。咁佢喺呢個入呢個 TVB 1971年入呢個 TVB 第一期藝員訓練班之前咧，其實有幾年時間咧就喺爸爸嘅玉石店裏邊咧係負責看鋪㗎。咁所以由於有唔錯嘅家底啦，所以佢好早咧就已經揸車，唔止係揸車喎，仲要係揸 Benz，甚至乎咧係揸住呢個 Benz 咧係返 TVB。咁所以咧當陣時咧就好多同學咧就幫佢改咗名咧，就叫佢做 Ben 史雄。而 Ben 史雄呢個名咧就由七幾年開始咧，一叫咧就叫咗差唔多50幾年啦。咁許紹雄咧，除咗佢個家底之外咧，咁可以講下佢嘅婚姻生活啦。咁佢咧其實就係1992年同一個新加坡籍嘅女子龍燕係結婚嘅。咁而睇翻資料咧，原來龍燕個家底亦都係相當之強勁嘅。咁同許紹雄咧都係屬於有家底嘅人嘅。咁原來咧龍燕嘅外家咧有一個祖業咧就喺中國嘅清暉園，而呢個清暉園咧亦都係位列中國10大名園之一，係第7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4A 級旅遊景點嚟㗎。咁曾經有報道咧，清暉園咧最早咧就係建於明朝天啟年間。咁喺呢個清朝嘅乾隆年間咧，係由大良嘅進士龍應時咧係購入。並且係由呢個龍氏後人咧修葺呢個擴建咧到而家咁嘅規模㗎。咁清暉園咧亦都係被譽為呢個風水寶地啦，因為之後咧係有2位龍家子孫咧先後得中進士㗎，所以咧就係有1門3進士嘅美號。咁可以睇到咧呢個 Ben 史雄同佢太太龍燕咧，其實都係屬於家世顯赫嘅人嚟㗎。咁許紹雄咧喺1992年咧結咗婚之後咧，就其實就已經係成為咗緋聞嘅絕緣體㗎啦。一路咧都係非常之愛佢嘅妻子，愛佢嘅家庭啦。而喺當年龍燕下嫁許紹雄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一個幾歲大嘅仔㗎啦。但係許紹雄咧就對於呢件事咧就毫無介意毫不介意，而且咧亦都將呢個繼子視如己出㗎。咁咧就同佢繼子嘅關係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啦。咁個繼子亦都係會叫佢做爸爸㗎。咁許紹雄咧就話
對於阿龍燕同阿前夫有一個仔呢，佢話從未放喺心上邊嘅，亦都同記者講呢，中意得人呢就唔會介意啦。咁佢個長大之後呢，佢個繼子長大咗之後呢，其實就已經係移居咗澳洲噶啦，亦都不時呢係有同阿許紹雄聯絡㗎。咁許紹雄呢婚後呢就成為咗一等一嘅愛妻號啦。咁因為龍燕喺49歲嘅高齡之下呢，先至同阿許紹雄呢生咗而家佢哋個女許慧清，咁令到佢哋嘅家庭呢係更加圓滿嘅。咁而許紹雄亦都一直咧係深愛呢個家庭嘅。佢曾經講過當時係去新加坡登台嘅時候咧，見到龍燕咧就極力追求佢。咁佢仲話龍燕係盲嘅，喺唔夠運之下咧就嫁咗俾佢啊。咁作為呢個愛妻號，亦都係顧家好男人嘅許紹雄咧，近年咧亦都係經常係喺呢個小紅書或者一啲社交媒體咧係發布一啲影片嘅。除咗講佢自己之外咧，最緊要咧就係同佢個女許慧清咧係有好多嘅互動。睇到咧父女間咧係非常之 sweet。咁佢亦都咧係曾經打本咧俾個女係開呢個甜品店嘅喺新加坡嗰邊。咁咧係錫女咧真係錫到燶晒，錫到+01嘅。作為呢一個好爸爸啦，作為一個好演員呢，咁我相信呢，許紹雄今世亦都係非常之冇遺憾，因為呢喺兩方面呢都係個結果呢都係非常之圓滿㗎啦。